好，我哋繼續談論西蒙老師來做嘅穴位按摩養生嘅36師哈。今日我哋可以為31做到36師連續嘅動作當然開始都做一啲預備嘅動作都做一個40公分高嘅等嘅彈簧手呢控一下腳可以夾同肩膀向下同樣嘅寬度上半身要垂直不要彎腰駝背肩膀身體放鬆那我哋做嘅31式順時摩腹摩腹就是腹部順時感因為我哋嘅太長排便的順序是從右手邊升結腸、橫結腸、下結腸接直腸所以我哋都量數重疊同樣局部即1、2、3、4、5、6每個部位呢都6下4、5、61、2、3、4、5、61、2、3、4、5、6都每個部位都6下慢慢都向下過來到尾下嘅時間都大幅度畫圈圈順時針所以叫順時摩腹那這樣我們摩腹呢可以顧到中關穴水分穴肚臍個關元故此我哋嘅順時摩腹呢可以照顧到5、6個可以衝熱嘅穴位按做36次假設你呢早晨頭嘅馬桶當中呢有便秘嘅情形嘅時間你都可以做一個順時摩腹做36次6、3、4、5、6、7、8、9、10個32式都雙手搓腰搓腰就是用2隻手摩擦伸熱以後呢，然後我們把它放到腰部腰部我們上下搓動1、2、3、4、5、6、7、8、9、10大概可以做36次還是72次對我哋腰部穴位那個能量也可以血液循環全部又可以照顧到穴位好嘅人呢都行路會腳心如風會有精神做事情會有成功過來都足三里足三里呢都睇我哋嘅腳趾頭用塑造特別腳下也位有兩個骨頭交叉嘅地方也都足三里你可以用隻手向上向下1、2、3、4、5、6、7、8、9、10、11、12、14、15、16、17、18、19、20你行路可以時間呢坐下來休息都按摩那個足三里又可以繼續行3里路也都我哋路主線全部我哋過來都34摩膝搓掌摩膝膝是膝蓋掌是腳掌然後左腳看右腳當中左手呢都左邊呢膝蓋腳趾頭也叫做右手腳掌同時左手旋轉右手都摩擦這個腳掌那個陽陰陰陽相通
摩擦身子啊，可以让我们的脚部也有很多经络穴道我们可以这样做养生。好，我们再换过来这边腰束脚趾头做束也可以腰脚同时呢一边旋转一边都摩擦搓掌1、2、3、4、5、6、7、8、9、10嗰呢敲打脚掌敲打脚掌同樣左腳放喺右腳當風當然你可以用一個手四指頭呢彎曲每個地方都大四拍1、2、3、4、5、6、7、8、9、10 3、4、5、6、7、8、9、10 1、3、4、5、6、7、8、9、10 3、4、5、6、7、8、9、10 1、3、4、5、6、7、8、9、10 1、3、4、5、6、7、8、9、10 1、3、4、5、6、7、8、9、10 3、4、5、6、7、8、9、10 3、4、5、6、7、8、9、10 1、3、4、5、6、7、8、9、10 3、4、5、6、7、8、9、10 3、4、5、6、7、8、9、10 1、3、4、5、6、7、8、9、10大部分你嘅脚跟也都酸痛也叫做生殖泌尿系统的反射区所以呢多敲打几下。好，左边往右边右边同样可能就敲打也给右手都搓膝盖敲打用一個指頭每個地方是拍2、3、4、5、6、7、8、9、10 1、2、3、4、7、8、9、10 1、2、3、4、5、6、7、8、9、10 3、4、5、6、7、8、9、10 2、3、4、5、6、7、8、9、10 2、3、4、5、6、7、8、9、10 3、4、5、6、7、8、9、10 2、3、4、5、6、7、8、9、10 3、4、5、6、7、8、9、10加上个脊椎酸痛那这边就这一条多敲几下也会增加我们腿部的血液循环1、2、3、4、5、7、8、9、10 4、5、6、7、8、9、10 3、4、5、6、7、8、9、10 2、3、4、5、6、7、8、9、10過來我們就湧泉按摩湧泉，湧泉都睇下那個腳掌有個腎經體的穴位那個腳掌彎曲彎曲，這個彎曲點這裡就是湧泉然後它的腎經的走向是這樣再往上我們用這個右手的食指1、2、3、4、5、6、7、8、9、10這裡12、13、14、15、16、17、18、19、20個順下個行走的路線1、2邊旋轉邊移動好1、2、3、4、5、6、7、8、9、10可以做36次過來彎腳腳同樣一個腳掌彎曲差不多1/3腳掌1/3也都湧泉穴你的假設也感覺會痛酸痛，你就多按摩幾下最少36次好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
啊，个顺那个圣经的循序路线哈，边旋转啊，边移动，3、4、5、6啊，1、2、3、4、5、6、7、8啊，啊，安尼到个32到36哈，也都有鼓动安尼腹部啊、腰部啊、脚都会安尼胃经哈，啊，又有膝盖啊。个搓掌、脚掌哈，脚掌有这个脚底的反射区啊，反射区，假如我们洗过澡哈，假如家里有精油，我们可以用保卫哈，保卫复方。那你涂上精油，这个你的免疫系统会增强啊，那这样比较不会感冒啊，而且你身体状况也会很好啊。那涌泉是那个肾经哈，也會貴重要哈，也會磨人嘅人磨精神，啊，按做乜嘅事情都冇乜嘅興趣啊，也唔會成功啊，啊，嗰個呢都大家做嘅幾好啊，見俾做到呀啊，什麼呢？